谢平安。我今仔日要讲以弗所。顶礼拜我讲腓立比书是咱查经的几本圣经哦。今日我要讲以弗所，我大概将以弗所这本册的背景小可甲咱讲一下，恁若有趣味，回去恁会当去看吼。以弗所这间教会是伫保罗伫第3摆的传道旅行的时去设的教会。伊去以弗所吼，比去别个所在有较好过日啦。伊去吼，当然有人反对啦。圣经伫使徒行传讲吼，伊伫遐去的是去圣殿，去圣殿甲人讲道理，讲3个月。结果反应无甲来好，伊种去着，伊种带遐要听的人出去，以后一个圣经写讲是叫做推力路的讲堂，会当专门伫互人讲学的迄个所在。伊伫迄个所在吼，2年外特别3年，开始袂甲歹，因为伊伫遐会当继续2年外吼。伊影响的人足侪，有以弗所是一个海港，所以真侪人来遐做生意。后礼拜咱要讲哥罗西吼，哥罗西的教会毋是保罗设的，毋过是哥罗西的人来以弗所得到道理，转去哥罗西设的。所以伊伫以弗所做的工作是不加有艺术。毋过吼，中国话讲好景不长哦。伊吼，因为以弗所真侪人来听道理了信吼。以弗所有一间神庙足出名的是阿底米女神，真侪人靠迄间庙咧食饭。即么真侪人来信耶稣了吼，拢不爱去迄间庙啊啦。迄间庙吼，的香火钱收入无够。大家讲即号保罗吼，安尼袂使，若变落到伫咱大家拢清早嘛，所以去甲告。为着安尼吼，以弗所有一日起暴动啦，大家要甲保罗迄种招标甲定死。好佳在有一寡人甲保护，这你若有趣味，你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甲20章，你就会看到我即摆甲你讲的。保罗吼，伊看甲以弗所住袂落吼，伊离开以弗所去别位，伊毋捌阁转去以弗所。伊一生毋捌阁转去以弗所，因为伊知迄个所在，伊转去吼，伊会阁出代志，所以伊无转去。一直到伊几啊年后，伫罗马，互人关押，伊写一本以弗所的册，互以弗所的教会。普通保罗咧写批吼，拢是教会有代志，冤家啊安怎吼，伊咧写批拢更假是。敢若以弗所这本册拢总无遮个代志。以弗所这本册，伊是你会当，你若去读以弗所，你会感觉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有特别的疼心，因为伊伫遐，伊感觉伊完成足侪代志，2年偌久拢无代志，伫遐伊影响真侪人，伊家己知影，所以伊写这本册互以弗所的教会。这本册内底有足丰富的神学知识，甲基督徒的行为的假释。对第1章到第3章，伊真清楚讲咱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所得到的福分，上帝对咱偌尔好。第1章到第3章，伊拢在讲神学的代志。第4章到第6章，伊拢假释，因为恁是上帝的囝儿，所以恁就爱安怎生活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第1章到第3章是关于基督教的神学，第4章到第6章是基督教的伦理学，所以这本册真有意思啦。恁毋知有感觉？我最近的讲道吼，常常在讲今仔日世界拄着的代志乱清清吼，所以我今仔日吼对保罗这张批内底经墙的代志、墙的代志。保罗伫这本册有讲到伫耶稣基督内底墙啊拆落，我今仔日要讲墙的代志啦吼，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是我搁一摆来到伫你面前，感谢你通过圣神的指示，
我保留下有所的批，阮得到真侪教示。特别阮今日要参甲上，阮的主用伊的性命拆三界的墙。阮恳求你，互阮得到教示，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也会学阮的主拆墙，互人好好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读旧约约书亚记哦，圣经内底，若讲到墙啊，上出名就是耶利哥的墙啦。迄个墙啊，耶利哥这个墙，我大概讲一个故事。恁安尼拄安尼读，你毋知听，你毋知会当知影偌济。我这个故事，我对主持人落咧听。我肯定在甲恁讲，我听这个故事了，我会反应安怎？摩西死了后，约书亚接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你安尼去读约书亚书吼，也是讲出来记开始读关于约书亚的代志。上帝要准备一个人出来做这个领袖的代志哦，伊真正有一步一步咧甲伊准备。摩西咱上捌哩吼，摩西吼，上帝用80年甲伊训练，才互伊出来带以色列人咧。40年久伫埃及的王宫的内底受迄个时阵第一套的训练，第一套的教育。啊，40岁哦，一个刺牙出去，杀死一个埃及人，为着安尼伊爱逃命，啊，上帝甲带去旷野去顾羊，顾40年。这40年吼，摩西迄个刺牙迄个性格吼，磨甲差不多1年啊。上帝才互伊出来带以色列人。你看伊带以色列人吼，伫路吼，遐犹太人安尼甲吵吼，伊安尼吼，迄普通人挡袂牢呢。若莫迄40年，甲遐羊仔生活吼，摩西的性地无安尼好啦。上帝在准备一个人，上帝嘛是准备约书亚。咱伫圣经内底读一遍，看到约书亚是伫出埃及第12章，第17章第9节，加写约书亚出来做摩西的助手。所以迄个前啊，约书亚就已经真受摩西敬重。你若读到民数记第13章的是，摩西迄阵有派12个侦探入去迦南地去探，这中间一个是约书亚。迄个时阵伊真少年，迄个时阵，迄个12个侦探转来，敢若约书亚甲迦勒2个人讲，咱入来去无要紧，上帝会甲咱带。剩咧10个哦，拢讲袂使哦，遐个人拢足大汉的吼，其咱是包死的，无人敢。为着安尼，以色列人上帝受气，互以色列人伫旷野漂流40年。啊，遐个40年差不多2代啦，2代人拢过去了。约书亚还佫伫个，摩西过身了，上帝爱约书亚做领袖。约书亚伫摩西的边啊，一日敢看摩西了，才会人吵吼。那你敢接这个代志？伊嘛惊到要死呢。伫约书亚第1章哦，第1章的第9节，阮对细汉就咧念的经句，恁中间若伫主持的人，那真嘛一定捌念这节。上帝甲约书亚讲，你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也无得论。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要甲你伫底。同款即个话吼，伫约书亚的册内底，上帝甲约书亚讲失败。所以约书亚吼，伊真正有时啊是足惊的。我都即阵要安怎应付？第2章，你若看第2章约书亚要到耶利哥，伊派2个侦探入去耶利哥探。伊无派12个，即摆派2个入去。啊，即2个入去，去带伫城。圣经讲伊带伫迄约书亚第2章，等于读看卖，敢若在读故事，真趣味啦。伫遐去带伫一个基路的厝吼，罗哈的厝。迄个故事我无要搁伫遮讲啦。总之，伊迄2个侦探转来了。啊，第3章过约旦河，带遐百姓过约旦河，无桥。上帝叫伊讲，你叫祭司扛约柜，你打落去，啊，约旦河的水开开。你会记得摩西
过红海，上帝嘛好，约书亚讲，我真正要甲你直直啦，我毋是开红海互摩西尔，我开约旦互你，互伊较有信心啦，互伊较有信心。过约旦好了，入去迦南地啊，所以伊伫遐采一块石头，伫遐纪念上帝的恩典。啊，伊吼，佫发表一篇讲道，勉励遐百姓都爱敬拜上帝，都爱忠实伫上帝。这甲摩西要死的时所讲的遐话真共款。当然，今仔日第五章，咱对13节读起，第12节有一个真要紧的代志。你会记得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候，无物件通食，上帝落玛纳，因爱去捡吼。第12节甲咱讲吼，因过去约旦河过去了，上帝无个玛纳互因。圣经写讲，因开始爱食迦南地的土产，因为这对约书亚来讲，我相信伊是一件真大的代志。这一个吼，敢若囡仔长龄啊，你袂使搁食，开始食较甜的物件，啊是囡仔要出外要去读册啊，要离开父母，迄是一个阶段。对即马开始，无玛纳通食。你爱食迄个所在团，你爱甲遐个人搬烂啦。过去拢总上帝甲恁宽便便，即嘛无啊。恁爱食土产，迄个代志了后，已经到个耶利哥城遐，到耶利哥城门关条条，咱拄啊读个门关条条，无人出入。迄是迦南人真大个一个城，啊要安怎？伫咱拄啊读，伊看到一个人举一支刀飞出来的刀，徛伫遐，约书亚甲伊拜，甲伊问讲：你是啥人？你是活阮这边，还是活因迄边？因为这是墙啊，咱咧讲墙啊，有墙啊的所在吼，就会分讲你是阮这边，还是因迄边。真趣味的代志吼，有墙的所在，就会阮这边甲恁迄边，阮城外，恁城内安尼。你对，迄个人讲，我拢无啊，伊讲我拢无啊，啊，伊讲我是上主军队的统帅，我即马来啊，这对约书啊，叫约书啊，你都爱脱鞋啊起来。因为你是徛伫神的所在，摩西看到迄个刺皮咧烧的时候，上帝嘛是叫伊爱脱鞋，所以约书亚照安尼做。伫遮一个真要紧的点，互上帝互约书亚知，来到这个城，要攻打这个城，你无法度啦。上主的统，这个人，这以色列的统帅，毋是你啦，是上帝啦。上帝要解决这项代志。过落去第6章开始吼，上帝甲因讲，上帝甲因讲甲足清楚的，连安怎排队吼，约队伫倒的，这啥人爱排队，百姓对在后壁安尼，一日洗一摆，洗6日，一日洗一摆，洗6日。第7日爱洗7年，啊，洗7年了才会使大声喊。6日一日一年的是拢袂使出声，点点啊行。哦，啊，除了分扫角以外，大家拢袂使讲话，点点啊行。咱拄有通嘛吼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啊，圣经这个故事我对主持人在听，一日洗1年，洗6日。第7日洗7年，我细汉听这个时候，我伫主日，我牧师囝吼，伫主日咧，我会记得吼，我甲我主日的老师问讲，是安怎会安尼啦？一日洗1年，啊，上尾啊，这
啊，若要洗啊济年，敢袂使一日洗2年，都时间较短啊。我甲伊讲安尼，迄个老师去甲阮老爸甲老母讲，我伫主日落去，迄个拢安尼，真要甲乱就对啦吼。害我去互修理，你敢知影？为着安尼，我去互修理，我足会记的即个故事吼。啊，搁一项搁是啥？我细汉的是真够敢人冤家。我会记得我甲阮朋友吼，啊，阮迄班有一个安尼，阮两个拢足袂顶伊的，定定甲我冤家。我听即个故事了，我讲咱来因兜甲洗，咱一日甲洗1年，啊洗6年哦，啊第7日甲花款倒位。因为即个故事吼，真正对我足有吸引力嘞，我想到我注意落去时的代志哦。对，即个约书亚，圣经讲约书亚听上帝话了，伊有照上帝迄个看到迄个军长的经验，一定对伊有影响。伊知影上帝伫遮带，所以伊照安尼甲遐长老讲，长老甲遐百姓讲，因照安尼做。咱圣经安尼读啦，老实讲，我即个读下我袂想，我听想，以色列百姓就讲，敢无人会问讲，你是安怎啦？约书亚讲，上帝叫咱安尼做，讲即个城会倒。城还未倒以前哦，大家拢讲洗这甲城倒有啥物关系？你感觉想较清淡薄啊？有影是安尼呢？总是故事到尾也是讲城照有影有倒，这个城倒甲因洗敢有关系？你想无啦，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这个城会倒是上帝做的代志，是上帝做的代志。这是我今仔日要讲墙的代志，真要紧的一点。以色列人无法度通扳倒迄个墙，敢若上帝有法度。是安怎上帝叫因一日洗1年，洗6日啊？第7日洗？我唔知影什么原因，总是我读到的注解内底，一个牧师讲了，我感觉真有意思。伊讲吼，上帝安排因一日洗1年，洗6日吼。头一日，迄耶利哥的人看到一群百姓啊，在遐洗城，因一定会足紧张的嘛。因是咧创啥？因是咧创啥？看因洗咧，转去。想讲因要来攻城，佫无咧。第2日佫洗，第3日佫洗，拢安尼了就转去。到第4日吼，耶利哥的人诶吼，洗做伊洗，甲咱也无关系啊。因的迄个要封闭以色列人的心的迄个警觉性会直直减少去，敢知呢？这真有意思呢。伊讲上帝叫因洗6日哦，是要互遐个城内的人哦，无失去迄个要封闭以色列人。若无你一个就撞入去，一定拍甲真厉害。6日伫遐洗吼，你就讲要洗出去洗啊，到阮也无影响啊。另外一方面，伊讲吼。因叫上帝明叫以色列人安尼做，是要训练因的信心。城会倒，你要信也毋信，你要做也毋做，这是真。我感觉这个注解我读了，我感觉真有意思啦。一方面是为着对敌，一方面是互以色列人有信心。但城有倒，咱确定再去倒转来讲这个城。今仔日讲墙仔的代志哦，咱来讲咱的时代的墙仔啦。历史上真侪真出名的墙，上出名的万里长城，一条万里长城，起迄个是要封闭外口的人来，安尼迄个吼，迄个万里长城真出名，迄是一个墙，人做的墙啊。咱这个现代。德国柏林迄个墙啊，就1961年
到1991年才降落来。迄个墙啊，伫迄个墙啊隔壁两边是东北陵甲西北陵，迄个墙啊真出名的墙啊。伫2002年，以色列伫因甲阿拉伯人的国界做一个墙啊，700公里的墙啊，伫防止阿拉伯人来以色列。对以色列讲这是为着阮的国安问题啦，因为真侪迄个骑乌托邦后壁爆炸弹来后壁撞迄吼，伊要做迄个墙啊，为着因的 security。阿拉伯人看迄个墙啊是人种的歧视啦，恁要甲阮分开安尼，所以这在人看的啦。无偌久以前 ，Trump 伫美国在 Mexico 遐开始要起墙啊，但遐墙啊毋知安怎，有开始起呢，起了即摆毋知安怎，我毋知啦。Trump 要起迄个墙啊时吼，我会记得即摆迄个 Pope 教宗吼 Francis， 伊讲吼，伊当然反对啦，即款代志。起墙啊代志，伊讲好有钱，阁有势的人直直起墙啊。恁想讲墙啊会当将遐个人，恁破的人囥伫墙啊外口，因想无到是，迄个墙啊嘛是甲恁怎关伫墙啊内底呢？有影，真正是安尼。你看这墙啊，拢是好嘢。阁有权力、权势的国家在做的代志，拢好嘢人才会起墙啊啦。善假人3顿都顾袂，你还要起什么墙啊？好嘢人有真济有可能会无去，伊为着要保护伊的权力，伊做墙啊。墙啊，甲人的自私有关系，真大的关系。我在读大学的时候。我落车，讲汽车落车了，要行路去发行医上课的时候，我会经过一个人大的所在，我会记得有伫迄个所在，我有迄毋知倒一个大官大的，我毋知。迄墙啊吼，你甲看吼，迄起几若摆呢？迄对咱直直贴起来，我看的时已经贴2-3层啦。原来一个，一个，我对遐过电话想，这个人是安怎就惊到遐尼惊啊？安尼，迄墙啊起几若摆嘛，就直直塌起来啊！因为墙啊会愈起愈悬咧，墙啊会愈起愈悬。咱做台湾人诶吼，咱台湾有墙啊无？最近的选举哦，你去听看卖。攻击来攻击去，迄种墙啊呢？台湾真细地吼，咱无所在通起墙，以色列迄墙啊遐，也是无恁迄个墙啊遐悬。啊，咱无墙啊，咱用石拿甲绿的吼，啊，即马佫有白色的，啊，佫有红色的，列位这个色拢墙啊，你敢知影？这个色拢是墙啊。外省人、本省人的墙啊，即马有较好啦，总是拄着嘛是有个人会人佫提起来讲，敢毋是？这是真大的问题呢。伫世界，今仔日世界所有的问题，拢甲墙啊有关系，敢毋是？我确定啊，要讲。用我的经验，甲恁讲，人甲人的中间的墙啊，迄个以前吼，我要先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。最近我读到的吼，拜托你做迄个。伊遐，Adam Grant 吼，这个人吼，伊是伫大学内底咧教迄个 business 的。伊讲这个是咧讲有这4款想法的。伊鼓励人吼，伊咧说明的时候。伊讲4款人啦，这个有4款人，有4款想法。
头一款是传教者 preacher， 像阮这啦吼。这款人是什么人呢？这款人是吼认为家己拢对。阮伫遮讲的，拢讲上帝的真理，拢讲对。我这敢若我做牧师讲这较袂要紧，你莫后白讲啊。阮牧师真正感觉阮所讲的拢对，真正有影，真正是安尼。伊讲是有一款人感觉讲伊所讲的拢对，所以你要做 business 吼，你若一日干拢感觉你才对吼，你有哪真歹做生意啊？敢毋是安尼吼？啊，佫一个是 prosecutor 吼，就是检察官。检察官是专门咧找人倒也毋对的，有迄个人吼，就你佫较好的代志，伊嘛要甲你找，鸡卵嘛要甲你检看有骨无？迄款人，迄是检察官。啊，佫一款是政客，政客是吼，我对，你毋对，啊，我对吼，我尽量要来找较侪人，说服较侪人，甲我徛同边。啊，我就会较强。迄款的是政客。啊，佫一个伊讲科学家，伊讲科学家吼，科学家真老实，因为因所讲的话，拢经过实验出来，数字照实验出来结果的讲话，所以伊讲伊鼓励人尽量爱做科学家的态度去做人啦。伊讲你做一个科学家。做一个，我开始的时，我认为讲是安尼，我认为讲我讲的这个学说是对，无要紧，你去试出来了，你若对，啊你就对啊，你若毋对咧，你若毋对，你爱修改啊，你爱讲我毋对，所以一个科学家吼，伊毋是讲我拢对，嘛毋是讲别人拢毋对，伊是照伊实验的结果接受迄个结果。所以伊讲，有时啊，我爱承认我毋对，啊有时啊我对，安尼。所以伊是咧教人讲，恁若要做生意哦，尽量都爱做像科学家迄款的安尼啦。我读到这时，我感觉这真正是伊写册出来安尼吼，会当卖钱啊！是讲咱普通人的常识，那这摆互你，你嘛会晓安尼想啊？敢毋是？总是吼，我咧想讲吼，这做墙这个代志吼，普通拢是迄头啊，迄三个批咧出代志，迄三个批咧出代志。我即摆用我做牧师的例哦，这是闹鬼代志，毋过我毋惊恁知，我退休我拢袂要紧啊。我讲吼。阮做牧师，拢想讲，我大声安尼讲啦，我伫牧会中间哦，坦白甲恁讲，我伫牧会中间有迄个会友吼，因若无伫诶吼，我精神足轻松诶呢。有迄个会友啦，啊因若去 vacation 吼，我拢毋因去较久咧，啊因拢无偌久就转来，哦，有即款人啦。啊，我若拄着即个人吼，你若甲我问讲。你甲伊中间有抢啊无？有啦，有啦。啊是安怎会安尼？你知影我会安怎用无？啊，因都要安尼啊，因都要安尼啊。伊毋是我的问题哦，我是 preacher 哦，因要安尼啊，所以因要安尼。啊，因安怎会安尼？我找理由甲你讲，伊安怎会安怎？迄度我做检察官，将因毋对的拢讲出来。啊！我将因的毋对讲互你听，要创啥？望你徛到我旁边嘛，共款啦。因为迄三个批吼，伫做像我呢，伫做像我呢。这是我老实甲恁讲的，我伫牧会中间有即个代志，我相信你嘛捌拄着即个代志，检察你嘛捌做即个代志，你若要较老实，咱逐个拢捌，认为我对。认为别人毋对，啊，尽量要招判来甲我共款，一定这个代志常常做敢是？因为这款的墙啊，吼，这款安尼互相之间吼，对
亚当夏娃的时代就有啊呢。因两夏娃食了吼，上帝问伊夏娃，亚当热夏娃流蛇，敢毋是安尼？就安尼热来热去嘛。你若要讲起来，伊嘛会使热上帝呢。你无代无志做，伊要蛇，啊那无就拢无代志啊，对无？蛇你做的啊，因为安尼热啊。这是咱人甲人中间真明的代志，做像人种的区别。我是啥物款人，恁是啥物款，这拢是像啊呢。要拆这个像啊吼，你想咱敢有法度？我想这敢若上帝有法度尔呢。我想这敢若上帝，我拄啊讲，迄个以色列人伫耶利哥城，上帝才有法度。有影上帝才有法度。毋过我拄啊有描写恁讲故事的时候，我甲恁讲，因乖去射城，只射一年。我去Google去找哦，到底迄个城是偌大？讲考古学讲差不多600公尺，安尼射一年差不多600公尺，安尼是无讲真大个。毋过，迄个Google内底吼，又讲因射毋是射600公尺尔啦，因一定爱射国较，因袂使在城的下骹射嘛，会去人顶头要甲伊弄石头，你就对啊。所以一定是离城有一地啊，至少耶利哥人的迄个钱射袂到的所在，所以却不叫大年，你爱射一个。几来10万人安尼行吼，啊叫人讲袂使讲话吼，你甲想看觅，啊伫遐行，啊伫迄个热，叫太阳的下面吼，巴黎书亭遐尼热，直接叫人安尼射吼，因哪爱苦工呢？你若安尼射一年吼，因我讲爱较远，可能爱差不多1000几公尺以外，迄一年不叫大年呢。射了一年大概1点钟至2点钟，第7日爱射7年呢，7年爱14点钟15点钟，真艰苦呢。上帝替因将迄个树杀互倒有影，总是因嘛爱下功夫呢，因爱顺叹，抑佫爱去做因爱做的代志。总是对个人来讲，我感觉咱要安怎？我感觉头一项，咱爱面对咱家，知影讲咱家己的罪性。我是有罪人，我有可能讲是 preacher， 我有可能是干咩？我有可能做政客，我这代志拢有可能当做。恁知影有一个祈祷文，足水的祈祷文，做 Serenity Prayer， 迄个真水的。伊就伊讲，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求你赏赐我平静的心，去接受我袂当改变的代志，互我有勇气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代志，哦，互我有智慧，通知影什么是会使改变，什么是这毋是这个，毋是这个啦，是什么是会使改变，什么是袂使改变。迄个祈祷是真水的祈祷文啊，有人安尼改啦吼。改讲吼，上帝啊，求你互我平静的心，接受遐个无法度改变的人哦，即摆讲人，赏赐我勇气去改变迄个爱改变的人，赏赐我智慧，互我知影迄个爱改变的人是我家己啦。因为真水的祈祷文，敢是，迄是我家己。毋通定定讲啊，因就要安尼，无拄拄。第二项哦，我2年前读一篇文，我真感谢上帝，互我有这个记忆哦。我真正会记得这篇文章。迄个时阵，川普拄啊调啊，美国安尼骂来骂去，有选举，台湾即摆嘛是安尼，选举就是安尼，记者来记者去。有一个咱加拿大人牧师吼。迄个拜托你做，伊讲吼，伊
写一篇文章啦，伊写篇文章，我看到一篇文章，我讲哦，这个人真好，那敢写这个题目。伊讲，伫这个 blaming culture， 伫这个指责来指责去的文化内底，教会会当创啥？伊写不较长啊，内底重点伊是讲吼，教会会当教世间都爱会晓认罪 ，confession。讲教会有世间无的物件，就是咱拢有得认罪 confession。迄内我有写摕伊内底古来句安尼，我感觉我无时间通讲安尼济，我感觉较要紧的。伊内底写讲吼，认罪是指责甲负责任的桥，是安怎都爱指责，你毋对，我无毋对，敢是安尼？啊，若有像啊吼，迄毋是我的责任，我无要负责任，所以伊讲吼。认罪是吼，你袂去指责人，你认罪是你袂指责人，搁一项你会想这个代志你有责任嘛无？所以讲认罪是指责甲负责的中间的桥。啊，搁来伊讲吼，你袂去处理你无承认的代志。我做牧师哦，夫妇来找我吼，两边拢唔承认因的代志呢。这拢伊唔对，这拢伊唔对，拢是安尼。无人会去处理你无要承认的代志。你若无认罪，你袂去处理这项代志。所以伊讲会当安怎？咱爱。认罪啦，知影咱有责任，毋是用指责来解决代志。伊佫讲一句话，迄是差不多，我落去咧，伊是差不多迄篇文章，伊讲哦，互相指责的文化需要一个认罪忏悔的教会。伊这英语写讲吼 ，blaming culture needs a confessing church。confessing church 吼，我直接是因为我对我咧讲认罪的代志吼，所以我放伫咧讲用认罪。伊是 confessing 是告别你的信仰 ，confessing 伫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，告别信仰。所以嘛会当讲互相指责的文化需要一个会对世间告别信仰的教会，告别什么信仰？今仔日咱所读的迄个，今仔日的迄个启应文哦，其实是我要用的圣经册啦。我拢无甲恁讲吼，咱拄啊启应文读过吼，我讲我感觉这个是真要紧的道理，所以我即马将。我摕迄个新的圣经吼，我节录起来，我这听真清楚，请恁大家注意听，就是恁拄啊读迄个启应文啦吼。伊讲吼，恁才会出世做外邦人的，恁迄时甲基督无关系，无属上帝的选民，无分伫上帝应允的名约。伫即世间无仰望无上帝，现在靠耶稣通过伊的死，已经甲上帝亲近。基督促进咱的和平，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，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，消除因中间的敌对。互两边通过伊，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。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，互两边成做一体，通甲上帝和好。安尼，基督是要传和平的福音，互所有的人。包括这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，
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，通过基督，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上一个圣神来亲近拜。咱要告别什么信仰？这个信仰，伫基督的内面，上帝互咱甲伊个好；伫基督的内面，上帝外邦人甲犹太人个好。这是保罗，咱感觉咱的世界即马乱清清，我拄有讲吼，大家都骂来骂去。咱倒转来甲想，保罗伊迄个时代，伊所住迄个时代，你甲想，迄个时代哦，伊传道理，大家拢要甲电呢，定拢要甲困着。罗马政府也伫困逼，犹太人有诶毋信，用石头甲钉。伊吼写即张批是互关伫监狱内底呢，当时会当出去，伊毋知呢。伊传道理，讲伫耶稣基督内底都爱好好。伊真要紧，犹太人我救恩，原来是我上帝的救恩，毋是干那互犹太人。伊为着这真拍拼咧做，伊伫遐写即款物件，得苦劝当甲外口的人都爱好好。而且伊讲一个真要紧的道理，耶稣基督的死，互人甲上帝更好，人甲上帝更好，迄是这个关系，谈这个关系。耶稣基督的死，互人外邦人甲犹太人更好。迄是欢的关系，你是不是假敢是？迄就是耶稣是不是假敢是？保罗伫遮通过耶稣基督的死，因为要拍破墙啊！吼，耶稣是用性命去换来的。我就讲一句话，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恁捌听即句话无？我跟你讲哦，要拍破墙啊嘛，毋是请客吃饭呢。耶稣用伊的性命，耶稣用伊的性命。我拄有讲保罗第一章到第3章拢总讲神学的代志，咱今仔日讲的是关于神学这边。伊第4章到第6章讲真济假事，都爱安怎？你要拍破墙啊，都爱拍破安怎拍破墙？我敢若举一节圣经好，这是以弗所第4章32节，我无创伫遮，真是咧。这我无要用新约的，我用我主日学时代念经过迄古版的吼。以弗所4章32节，就用忍辱三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大家三赦免。亲像基督，亲像上帝伫基督有赦免恁一样，就用忍辱三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大家三赦免，亲像上帝伫基督赦免恁一样。今仔日哦，结束哦，我要用一个启应文的祈祷，咱来做伙祈祷啦吼。这是1983年 World Council Churches 迄普世教协吼，伫 Vancouver 开会的一个祈祷文，是国好，迄个读作国好啦吼，国好。较听恁，咱来用这个启应的祈祷来做伙祈祷，来结束我今仔日的讲道。我来启吼。对种族甲种族中间三家的墙，对好嘢甲双向的中间三家的墙，对
无相宗教信仰的人，中间三家墙。对相宗派、对无相宗派的基督徒中间三家墙。对男女老幼的中间三家墙。咱来做祈祷吼，求你掌管勇敢面对遐个阻止不陪伴阮的祈祷，伫阮心中所蕴藏的偏见甲惊吓，但阮会晓洞察遐个冲突的原因，去求你拄起阮逐人内心虚假的优越感。也教示阮甲上主你所有的囝儿，伫合一的中间同齐成长。阿门。